宣调，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趁早要找你。伫旷野困苦无水的地，我的心喙焦少念你，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。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，有着爱看你的关灵，甲你的阳光。现在请咱大家备办好咱的心，咱们做三甲来祈祷。全能慈悲的阿爸天父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我知影，我的故乡台湾的这个国际关系非常的困难，因为处处拢是遭遇到强强的这个打压，佮经常本讲武力。嘛常常派军机来阻入台湾这个航空识别区来做搅扰，目的就是为了吓惊台湾百姓的这个民心。最近根据中央社、华盛顿综合的这个外电的报道，伫美国两党国会议员。最近伫这个联邦参众两议提出这个配套的这个法案，要求美国针对台湾伫华府的这个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，就要改名，称做台湾代表处，要来展开了这个协商，这个法案是符合定义。台美非正式关系的这个台湾关系法，就要表明华府支持台湾这个决定家己的这个未来。毋茫新的一年，阮真期待会通带予咱台湾
有更较有利的一个局面。最近伫台湾的网络出现一个真正互人受气、愤怒的这个新闻，就是代表台湾参加北京冬运的这个竞速的比赛，这个选手黄义婷，竟然出现身躯穿着中国队的这个队服，引起台湾各界这个不满甲批评。因为伊家己已经评论真做中共统战阴谋这个工具，家己却唔知，也佫笑嗨嗨，爽歪歪讲运动归伫运动嘛。但这款的定我不分的这个败类，应该就要除名，终身禁止参赛，并且就要缴回所有国家所支付予伊一切这个补助，因为伊已经是浪费掉台湾人民这个血汗的钱。现在，美国继续来为着阮所徛起的美国冬天暴风雪吞达美国中部来祈祷，有寡所在已经落雪超过1英尺以上，将近有5000航班已经取消。有的地区甚至有了这个冰冻的这个雨水落雪，低温度。这个天气来影响到辽阔的交通，为州府机关好好批评开门，恳求上帝写派天才天军来帮掌管所徛起的土地人民，无受到杀人魔鬼的搅扰，请帮掌管阻止一切伤害百姓这个恶势力，要互目前的这个病毒。会当早一日被控制落来，透过阮会当重新倒转到过去迄种阮熟悉这个生活环境内面。今仔日我过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礼拜以及这个实体聚会，要来敬拜俄罗里的圣尊名。规个主日的人民馆，和今仔日。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礼拜以及实体礼拜乡亲兄弟，做伙用着心灵甲诚信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通接对上帝要祝福的这个管道。但现在，恳求主你大声来清起罗卜的嘴。相信也来感谢我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互阮有一个蒙恩的一个主日，让阮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《申命记》15章12节到17节。12节，你的兄弟中，若有一个希伯来的查甫人，也是希伯来的查某人，袂互你服侍你6年。到第7年，就草放伊去自由。你草放伊去自由的时，毋通互伊空手去，着对你的羊群
五角场、酒窟中，最最互伊，照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福你的来互伊。着话吉日，你伫埃及地做奴才，耶和华你的上帝救赎你。因为安尼，我今仔日命令你即个代志。伊若对你讲，我无要离开你，因为伊疼你，甲你的家眷，佮因为踮你遐徛真好，你就用绳啊对门内放伊的耳仔，伊就永远做你的奴仆。你款待你的女婢，也是安尼。第二位圣经在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9章22节到23节。22节，对信心软正的人，我就真做软正，是因为要得到较侪软正的人来信主。对做一款人，我就真做迄款人。我用各种方法，通加救一寡人。我安尼使用各种方法，拢是为着福音，目的是要分享福音的祝福。这是上帝的话，记若读，甲听遐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啊。阿明。恁着学了耶和华。恁着爱学了耶和华，伫伊的圣殿学落语。恁着爱学了耶和华。伊的强壮学落语，啊因着伊的大能学落语，啊因着伊的应许学落语，啊因着伊的慈爱学落语，救的起拢着爱学落语。咱着爱学落耶和华。来拍开心片学落语，咱着爱学落耶和华，来大声金丝学落语，咱要用鼓瑟大琴学落语，咱要用鼓鼓跳舞学落语，咱要用四弦乐器学落语，救迄起拢要来学落语。着爱学落耶和华，伫伊的圣殿学落语。恁着爱学落耶和华，伫伊的强壮学落语。啊因着伊的大能学落语，啊因着伊的应许学落语，啊因着伊的慈爱学落语。有迄起拢着来学落语，咱着爱学落耶和华，来拍开心片学落语，咱着爱学落耶和华，来大声金丝学落语，咱要用角色大琴学落语，咱要用鼓鼓跳舞学落语，咱要用四弦乐器学落语，
有迄起拢要来学落去，有迄起拢要来学落去，有迄起拢要来学落去。着伊的大脸，
就来学落去。咱就爱学落也好花，来拍开心边学落雨。咱就爱学落也好花，来大声金丝学落雨。咱别用角色大金学落雨，咱别用鼓鼓跳舞学落雨，咱别用声线乐器学落雨。有迄起拢要来学落雨，有迄起拢要来学落雨，有迄起拢要来学落雨。各位乡亲时代，这个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当我伫这个休斯顿的牧会的时阵，我甲个牧师娘受邀请去看一出戏。这出戏的名叫做《霸王别姬》。这出戏是描写这项羽、项羽甲伊的爱妾罗基的这个故事。这出戏的高潮伫最后，迄个时阵，项羽后面有这个队兵。头前乌江来挡掉咧，所以进退两难。这个时阵，伊甲伊的爱妾就相约，要伫另外一个世界来再见，所以两个人就做伙来自杀，来殉情了。所以当我看完这出戏了后，我会感觉因两个中间的这个爱情足感动人的啦。不过咧真可惜，
伫呢生命一结束，因的爱情嘛跟对着结束，毋是照因所就抓来讲，咱袂通伫另外一个世界的沙听到永远，无啦。所以我想要你想讲吼，如果当时摩西来在场，因的结局就无共款咯。因为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，嘛要经历到这个面对着进退两难的这个局面。头前有红海来阻挡，后面有法老王的这个对兵。上帝就吩咐摩西举起手中的这个拐啊，红海就分开了，所以一切百姓就会当通过。明仔载是这个情人节哈 ，Valentine's Day， 情人节。所以咱要来看圣经中保罗所讲的这个疼，甲人间的疼有啥物款的无共款？保罗伫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第8节，甲咱讲，一切温顺拢总要过去，只有疼是永远无停止的。这个世界的疼，无论是父母对囝儿的疼，或者是朋友之间的疼，还是翁仔某中间的疼，拢甲保罗所讲的疼大大无共款。保罗所讲的疼，就是上帝这个无条件的疼，就是阿加佩的这个疼。这个世界的疼，拢总要过去。咱就是这份疼的这个见证人，咱要互上帝的疼来所激励，所以甘心乐意牺牲时间，奉献咱的金钱来侍奉上帝。所以，伫这个无信的人中间，你眼中看咱是一群不可思议的人。兼做有人讲吼，实在是有够个 crazy， 有够个这个真癫狂，一阵小人的意思啦吼。所以我要讲，咱拢是听这个罗卜，互上帝听所激励。实事若无服侍上帝，就亲像先知亚利米所讲的。那亲像有这个烧刀的火，踢伫骨中，已经是挡袂掉了。过去20多年来，无论阮伫倒位伫牧会的时阵，阮拢有一个机会去接待主内的这个兄弟姊妹。阮伫这个 Houston 的厝，捌接待过一个家庭，一对翁仔某，带着3个囡仔，伫阮厝内住一礼拜。后来这翁仔某就伫阮的教会来接受这个洗礼。那么住伫阮兜的时，因就跟对着阮的生活。阮伫灵修的时，伊嘛跟对阮来读圣经，来做伙来祈祷。当阮去参加这个牧者的退休会时，伊嘛甲阮做伙去。伫拜五暗时，青少年团契的聚会，大家做伙咧吟耶稣听我知名。3个细囝拢学较真紧，马上就会晓唱。特别是这个10岁大汉囡仔，倒转去台湾了后，常常就唱这首诗歌，伊的生命就得到改变。咱就是耶稣听我，这个确实跟对着这首诗歌，已经进入去伊的这个活命内底。所以也常常伫吵着讲，唔爱去上儿童自由学咯，因为伊较无要对大人做伙来听牧师的讲道。甚至伊决定将来，伊嘛要做牧师哦。但我知影，这个囡仔已经互上帝的疼所帮着了，互伊下落这个心愿，一世人要来服侍上帝。当然，伊还有这个10岁囡仔这个问题，要行的道路要真远啊，真长真远。我相信这份这个奉献，这个心志，是对上帝遐来。上帝一定会来装备伊，会来使用伊的。所以今仔日这个圣经节，这个申命记15章12节到17节，上帝对以色列出来的罗卜定了一寡这个恩典的这个条例，规定这个罗卜甘做6年了，第7档是这个后免年，罗卜通自由离开。主人就爱用这个财物来祝福因，就爱搁较侪财物互因，
袂使互因空手离开，总是有的萝卜毋甘离开主人。所以你来看16、17节讲，伊若对你讲，我无愿意离开你，是因为伊疼你甲你的厝，而且因为你遮真好，你就爱举即个贼仔，将伊的耳对，即个耳孔，伫即个门来甲伊插透，伊就永远做你的萝卜。你款待查某囡仔嘛，就是爱尼生，这个就是疼的萝卜。其实已经是自由了，已经是通离开主人的厝，总是因却选择要留落来，因为伊疼主人甲主人的厝，并且因为主人遐真好。这个疼的萝卜，现在无搁再是萝卜了，伊是个自由的人，总是伊疼主人甲主人的厝，所以伊就讲，我要选择要继续做萝卜。所以这个时阵，主人就爱将伊的这个耳对，伫这个门顶甲伊正空，这个就是一个印记，伫伊的耳孔顶，伊就永永远远爱伫这个门槛的头前来听候主人的这个吩咐。那么伫美国南北战争了后，有真侪这个黑人的这个萝卜得到自由被讨伐。迄个规定，迄时的规定，如果若需要黑人的劳力来继续工作，你就要付这个工钱予伊。总是也有萝卜，感觉到主人真疼伊，对伊真好，伊就毋甘离开主人，伊要选择留落来，毋是要为着迄份工钱，乃是疼主人的缘故。使徒保罗常常讲，家己是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萝卜，这所讲的萝卜就是奴隶的意思。所以罗德马丁讲，一个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主人，伫正人之上，伊无互任何物件所捆绑。一个基督徒，佫是最正宗的萝卜，真最正人的这个萝卜，因为伊向一切来委身。这是基督徒的两个身份，一方面咱甲基督做伙做王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基督的萝卜，并且是正人的萝卜。请咱注意，咱所领受萝卜的这个性命，其实是对主要所遐来的，因为伊强调讲，人主来，毋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来服侍人。那么主要所基督是如何活出这个萝卜的性命呢？咱做来学习。第一点，最后所以看生命中任何这个搅扰，拢是神圣的服侍的机会。最后所以无定时间表，所以任何人伫任何时阵，拢通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伊拢要充满着这个灵敏来服侍因。第二项，主要所以将疼定义做满足人的这个需要。伊当然会医病赶鬼，除这以外，伊也要做搁进一步的这个工作。伊将救恩带予人，要顾呼召人来跟对伊，赐予因永远的这个愿望。第三项，当最后所以服侍人。这人就感觉到上帝伫因的中间，上帝管顾了因这种互异族统治的痛苦，以及是不是互上帝放下的这个怀疑、这个迷惑，拢伫主要所遐来得到安慰。但我甲牧师娘有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一个随时待命的这个习惯，所以无论我去买物件。也是去餐厅食饭，我拢随时会留意四周围的人，看有啥物人需要特别的服务啊无。所以阮伫这个车顶会放几份这个更新周刊，也是这福音传单。所以阮去食餐厅食饭的时，阮拢会挑故意加淡薄这个小费，或者服务生。
有一摆我和两个朋友做去食饭，我做到隔壁桌，有一对夫妇带着一个查某囝，这个查某囝生啊真好看，总是伊头壳顶一顶帽啊，看会出来，伊的帽仔下骹是一粒这个光头，所以我就提出勇气去认捌因。那么经过交谈了，才知影讲，哦，这个厝内人就是对校外而来的，因14岁的查某囝得到这个骨癌，在目前伫这个 Houston 这个 MD Anderson 伫做化疗，总是因毋是基督徒。那么经过因爸母的同意，我就特别为着因来祈祷。当我祈祷的时，这个做老母的人目屎4黏水，所以当我当时通感受到上帝对这个家庭的怜悯甲疼惜。亲爱的兄弟，最后所基督为着咱来放杀性命，用这个代价买赎咱倒转来，所以咱拢是这个疼的这个萝卜。咱疼咱的主人就是上帝，咱来疼咱主人的厝就是教会。总是咱是自由的，咱毋是因为上帝命令爱咱去服侍，咱才出来服侍。咱也毋是为着要来行主要所基督的这个祭，咱才出来服侍。就是用一世人的时间来服侍，还是将全世的这个财富拢甲伊加起来，嘛行不了主要所基督的这个祭。咱是因为疼伊，甘愿身躯顶带着主要所基督的这个烙印。透过将一杯冷水，互姊妹世兄弟来服侍咱生命中的主人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那么创作这个马鞍峰教会，出版这个标杆人生，真销路真好的册，这个华里克牧师，伫伊老爸要转去天家以前，伊伫老爸面床边，听到老爸不断地讲，我要为着主。耶稣加救一条灵魂，那么接续一点钟以来，伊将这个我要将为着主耶稣加救一条灵魂，这句话大概重复100遍以上，一直到伊断气为止。华里克牧师讲，下至老爸这个面床边，目屎直直流，流满面，额头感谢上帝。伊老爸留落上好的这个遗产，就是拯救灵魂的这个使命。伫迄个神圣的时刻，对天顶来这个呼召甲委托，佫一摆临到华里克牧师的这个心情。不如伫这个哥林多前书第9章23节讲，既然我所行的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为着要甲人同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，所以咱的责任是真大的。咱生活的行为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关照着别人是得救，还是灭亡。所以保罗先生讲，我什么款的人，就做什么款的人，无论如何，总是要救淡薄人。所以依据着任何人，拢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救淡薄人，互人当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，无得到沉沦灭亡。这是何等重大的这个责任嘛！也是何等荣耀的使命啊！这个尼希米讲，因为我靠耶和华来得到的这个喜乐，是恁的亏难，互咱随时拢准备好势，随时拢方便来服侍有需要的人。小可的这个服侍，嘛通带来安慰甲盼望。我保证，因为我靠耶和华来得到这个喜乐，到来弥补你所失落这个山珍海味哦，阿门。回应诗歌，活出疼。歌词是描写讲有一份疼，对天顶下来，比山较悬，比海较深，切袂透，也摸袂着，却是看会见的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。甘心付来用心疼，将心中一份疼来活出来。
耶稣的疼激励着我，抛弃我的性命，我真出别人的这个祝福。耶稣的疼点到我心中烧落的火，我要做伙世界来活出这个疼。阿免。有一份疼对天下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吃白头望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付，用心听，从心中一份疼活出来。耶稣的疼激励我，抛开我的性命，予我正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疼点到我心中烧落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间活出疼。有一份疼对天下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吃袂透，望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付，用心听，从心中一份疼活出来。耶稣的疼激励我，抛开我的性命，予我正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疼点到我心中烧落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间活出疼。有一份疼对天下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吃袂透，望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付，用心听，从心中一份疼活出来。耶稣的疼激励我，抛开我的性命，予我正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疼点到我心中烧落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间活出疼。
接袂头，望袂着，叫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有，用心听，从心中就分跳挖出来。耶稣的名，叫你我打开我的生命，予我正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名，点到我心中烧落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间我出定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有，用心听，从心中就分听挖出来。耶稣的名，叫你我打开我的生命，予我正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名，点到我心中烧落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间我出名。有一份听对天涯来，天山关，你海深，一回头，望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有，用心听，从心中一份听挖出来。耶稣的名，叫你我打开我的生命，予我正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名，点到我心中烧落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间我出名。对天下来，比山关，比海深，接袂到，望袂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有，用心听，从心中就分听挖出来。耶稣的名，叫你我打开我的生命，予我正做别人的祝福。耶稣的名，点到我心中烧落的火，我要做伙，世间我出名。
心福，用心听，从心中一份听挖出来。耶稣的听，叫你我拍开我的心命，我正做别人去祝福。耶稣的听，点到我心中修路的花，我要做花，世间我做听。对天下来，比山悬，比海深，就会头望来着，却看袂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有，用心听，从心中就分听我出来。耶稣的听。我的生命，我正做别人去祝福。耶稣的听，点到我心中烧落的花，我要做花，世间我做听。像这点，当心后头三家的祈祷。亲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今日阮对圣经申命记15章12节到17节，以哥林多前书第9章20节到23节做来思想，听的努力，但话对今日的信息中。互阮知影，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9章23节所讲的，讲既然我所行的，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为着要甲人同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，所以咱的责任是重大的，咱的生活的行为嘛是真要紧，因为关系到别人是得救还是灭亡。保罗讲：我什么款的人就做什么款的人，无论如何，拢为着要救淡薄人。伊为着任何人拢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救一寡人，互人当得到福音这个好处，无得到沉沦甲灭亡，这是何等重大的责任啊！嘛是何等荣耀的这个使命啊！无亲爱的主耶稣，阮实在真疼你，多谢你用你的活命来赎回阮，互阮无搁再做世间的这个奴仆，甘心乐意来跟对你，来效法你的模样，成做奴仆，谦卑来侍奉遐个有需要的人，才着阮的服侍，有这个世界通认捌主你的听。将帮助阮会当放落家己的这个无方便，随时听候你的吩咐，但阮当心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那这点来三牧师要甲恁祝祷，愿天父上帝做来甲怜悯。最后所基督稳定，圣神保所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直到见做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
是大乡亲。咱今日的实体礼拜以及网络礼拜，到这个所在就过一段落。咱望后回同一个时间，无论伫教会还是伫空中来相见面，愿上帝赐福保护恁，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照万百姓做下事，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。恁着去照万百姓做下事，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。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予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阿罗哈哦伊，阿罗。